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刺客高手来袭，战况风云变色，偶像族刺客嗓音鲜明，印象深刻。你很有特色，我觉得你未来有你的一片天，全力以赴，然后不要留遗憾。青春族刺客氛围十足，引人入胜。你可以带来这样的表演，有备而来，我非常喜欢。把自己最好、最热情的那一面播出去，表演给大家看。刺客来袭，卫冕者们岌岌可危。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我们的农民擂台赛已经过一半了。嘉泽良你们哦，我们的不老歌王擂台赛呢，也即将要正式展开了啊！所有呢，只要年满70岁的好朋友，你只要你爱唱歌，都欢迎你这回来参加。报名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把你的这个唱的歌曲啊，把它录下来，影片呢传送到超级红人榜的官方粉丝页就可以了。而且听说报名的方式还很多嘞。因为就嘴咱的长辈哈，不是很擅长用这样的工具哈，我们就拜托那个家里的年轻人帮他一下。对啦，有些长辈又很害羞哈，把给你下回来卡电话来弄来，我来给你倒沙缸，安尼好不好？尽量给伊放开胆子来参加，对不对？想要唱歌这个舞台上适合你。好，来介绍咱的评审老师。首先第一位制作专辑就像红烧牛肉面一样热销的陈子鸿老师。接下来这位创作就像什锦面一样多元丰富的许常德老师。接下来这位刮香的长裙鸡汤面一样暖到心坎里的詹雅文老师。接下来这位创作就像大米赶快在地又充满灵魂的黄山亮老师，欢迎所有老师。介绍完4位评审老师，马上来介绍目前榜上的卫冕者宝座候选人。注意了，我们目前偶像组是卡关的啊。坐在宝座上的是林清晨，紧追在我宝座候选人廖锦纯。哈哈，大来宾的时间来了。这大来宾厉害喽，他是写下呢目前入围最多次金曲奖女歌手的一个歌后级的人物，而且这张专辑是睽违5年的时间。是，一起来欢迎金曲歌后秀兰玛雅。水水的衫，予你看，想要我一点仔香香的味，予你换。阮爱你不惊热，阮为你不惊寒，惨雨就不敢换，惨风就爱闪避，只有你将阮的情淡落涂骹，像你这款铁心肝，哪会甘愿跟你后壁？你像一座名山，予人找无路行，予阮这粒痛心肝，哪会不愿将伊听散？情在情海无岸，予我怨叹我，想要将一点仔目屎予干，无人看。像你这款铁心肝，哪会甘愿跟你后壁？
听线，情在情海无岸，予我怨我，想要将一点仔目屎予咱无人看。哎，欢迎玛雅姐，好，志豪，久没有长线，看到你了，真的，希望新专辑了，哇叫做恭喜恭喜！叫做替心瓜，替心瓜，就是说这个对方的心如铁，狼心似铁，对，怎么样都对不对感动不了他的心，是搞过你心弹都头卡呢啦，是，个非常的有感情呢，一个无法度感动哦。嘿，无法度感动，亲像一座冰山呢。替心瓜听恭喜那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张老师的对张燕青老师的遗作，对我从来都没有唱过他的歌哦，因为这一次我这张专辑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学会我的歌，所以就收录了张燕青老师，他的歌都朗朗上口，是真难得哈，这样一个缘分，对不对？可以唱到张老师的遗作哈。对，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是你多久时间做出来的？多久时间？因为其实收歌还挺快的，因为这一次的主题很明确，就是希望这些歌都是让大家会唱的，所以唱的时间，因为也不用唱 R&B， 所以也不用设计太多的一些转音的那些转折，然后最主要就是设计比较多的是在情感铺陈的方面比较多。你哪个 R&B 我的魔法都有对啦，对不对？那个手底这款替心瓜，就这样子哈，比较难一点。我都魔法不多啦。就是要传唱度好较高呢，大家拢我都唱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上网多听一听，多听听点阅率，然后多学一学，多唱一唱。希望这些选手也可以选我的歌来唱一唱。就希望老师们可以高抬贵手，不要一听到什么，老师帮我加个音效，噔噔。然后选手就紧张了，怎么办？今天唱玛雅姐的歌紧张，老师又用高标准，有没有？对啦，因为放宽一下标准，这样。玛雅姐的就是她的诠释风格，就是很有个人特色，其实一般人真的是揣摩不来的。是，她可以用她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啊。对啊，每个人都会在同一首歌里面表达出不同的个性，对不对？对，请老师就不要那个刁钻，就是你看人家玛雅唱的就能 Q， 你唱的这么僵硬，这样放宽一点标准。OK， 他们以后就说不准唱玛雅的歌。哎，别这样我的歌传唱度就又没有了。是啊，替心瓜哈，大家哈给他学起来，好不好？对，谢谢玛雅姐，谢谢。上周羽璇、东东打成平手，今天平手再战，互不相让。这首大歌啊，以你来唱很适合，你的歌声真好。你来参加比赛第一次，我觉得是100分的一首歌。关键时刻，强力刺客来袭。那个老师把你教得非常好，然后听到你的一些发声啊，一些很放松的唱法，那是很好听的。付出了全部，竟然是一场错误。你很有特色，我觉得你未来有你的一片天。评审请下分数，最终对决谁能获胜？来，立刻有请我们卡关的2位邝泽东、吴宇璇，欢迎2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吴宇璇。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宇璇，你有灵异体质哦？对啦，今年才发现的，然后回去复盘才想说，哎，对，原来不是错觉这样。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呢？像在19年的时候，我有一次鬼压床的经验，那一次蛮恐怖的，就是他非常靠近我，然后当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人的时候，就头痛欲裂这样子，也是蛮恐怖的经验。然后今年是因为去拜拜，然后就拜到了一间
后来一问之下，发现是阴庙这样子，然后就有跟我回家，然后主要是在洗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跟我和声这样子，比较可怕。哦，你在唱你练歌？我刚好那天泡澡，然后我就躺在浴缸里想唱歌，想说怎么同时有另外一个声音从我喉咙里面就是同时发生。他是唱高音部还是？他就和声很好听，同时这样子。我问一下，就是不一定，因为他有时候是对唱，他可以男女对唱。可是我那天真的很意外，所以但我又很科学，就我还不知道我有灵异体质的时候，我就把水关起来，都关起来，我就再唱一次，那就没声音了。我原本想说是回音吧之类的，就是各种可能排除之后，发现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就是请了那个元始天尊来才送走，因为有2个神明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就处理完了，就对。对，处理完了。OK， 你待会是自己唱嘛？哈。对，应该是吧？应该是。送走了吧？你今天要唱什么？欢华龙喜帮，欢华龙喜帮，传唱度很高，而且是对唱的，真的可以对唱。对。OK， 好。那问一下，那个东东唱什么？我今天唱这首歌是送给妹妹的一首歌。对，就是我有个跟我很好的妹妹，然后她从小到大跟我形影不离的，她就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都只听我的话，所以她有心事就会告诉我，她最近要毕业了，所以想说她的心送一首歌给她，希望她心定下来，然后有好的发展，找到方向。什么歌呢？叫《查某囡仔》。查某囡仔 ，OK， 好。那2位我们都选好歌了，来吧。好，今天要来挑战2位的实力非常的坚强，从小就喜欢唱歌，他高中还是热音社的社长啊！掌声的欢迎杜玉莹来挑战。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杜玉莹。哇，所以是从高雄来台北工作吗？还是为了比赛特地从高雄来？我是在台北工作。几年了？2年。2年，习惯吗？还习惯，很习惯哈。原来是做什么的呢？我原本是在百货公司当柜姐。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边学美甲，然后在一边上班这样子。是，那所以现在可以做美甲师了。对。那所以是利用工作之余来参加比赛吗？对，就是现在自己的工作室时间比较自由一点。OK， 听说他为了来参加比赛，去找老师上课。哇，就是大概几个月前吧，然后就是想说，好像想要学一下，就找了专业的老师，对不对？他说不要先讲老师的名字，万一他唱不好，不要先讲哦。那你现在跟我们说，我们不要讲出去，老师叫什么？秘密，不好套哦，真的。我来台北打混2年了耶，很少没有被我骗到的。你就是我对高雄加起来嘛，台北囡仔台北查甫人我给人诶，你给人诶。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我今天要唱孙淑妹的《爱琳娜》。爱琳娜，好，来，我们欢迎3位。感情行到这，已经到绝路。看你冷冷表情，目睭凶凶的落雨。你若这无情，想拢无。等待你回头，等到日头落，付出了全部，竟然是一场错误。爱你啊，哪会这阴天已经黑，想要分开我苦。
谢谢杜玉莹。接下来吴宇璇带来的歌曲是《欢华拢是梦》。今天唱这首歌是送给妹妹，她最近要毕业了，她希望她心定下来，然后有好的发展。我相信你这个妹妹哦，跟你都是在一个年龄阶段呢，要面对人生的新的旅程，所以你很有感触，把这个事情传递给她。东东献给妹妹最深情的祝福，能否一起闯进车轮战？谢谢吴宇璇。接下来，东东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查某囡仔》。做过讲查某囡仔，情伊的牵拖，亲像伊的彼一半。两个人遐尼好，行到尾无外靠，爱亲像三分布，情分啊这尼薄。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的
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活偌苦，因为你的笑面是你的倔强，将你的地头鬃，你当我头鬃。陪早陪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你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你会当为伊唱，彼领新娘衫。查某人的心，伤痕袂堪的空。少年时光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当伊捌几路冬，渐渐变大人，过三十的你。会有人不敢，有一天你会亲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我伫遐，予人一次也望，彼领新娘衫。好，我们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韵老师好，你在后台我就一直在观察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外形很好，然后呢，看你的面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甜美的，是美声的，但是你的声不是，你的声是属于那种会当出淡淡的杂巴的那种骂声，我觉得非常难得，所以你的歌声是最好的，最有记忆点的，你要好好的练歌。然后呢，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场，所以呢，你在咬字上啦，弄会甘伫出来底，赶快有声，但是伊的迄个共鸣也无共，这个你可以练。然后尾音，我给你一个建议，最后的尾音，不管哪个尾音，一定要有真水气来收煞，唔通急，不要急。然后今天就是我觉得你很有特色，我觉得你未来好好练歌，继续唱歌，有你的一片天。谢谢老师。好，来宇璇老师好。宇璇，你今天选的这首大歌哦，然后它的编曲也好，以你来唱很适合，但是你今日伤赶，太赶了。我觉得是玉颖给你很大的压力，他有给你压力。然后呢，伤赶了后呢，对着你的家己，然后或者是换气。你在换气的时候呢，都会在同一个点。当作是注定风尘一场乱梦，当作是注定一场乱梦。这样的段落你一定会断掉，你一断掉，我们情绪就断掉，然后你整首歌就很赶，就一直在赶。但是你唔免遐赶，你的歌声真好，你的技巧胜过了玉颖，但是玉颖的记忆点、声音的记忆点胜过你。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各有长处，所以不要那么赶。好，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宇璇，老师好。好，我觉得你要静下来啊！我相信哦，你这么有才华的歌手哦，尤其是爸爸也是非常懂音乐的老师哦。我相信哦，你每次在唱歌的时候，都有一个阴影在那边拿着鞭子在催促你。没错。啊，然后人家想说把那个人放掉。你还想说，从现在开始，你是有机会做自己的啊！因为爸爸给你的叮咛，我相信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啦。啊，就是静下来一次看看。好，谢谢老师。然后泽东，我今天听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台北几落当渐渐变大人，我突然觉得你在唱给你自己听的呢。
我相信你这个妹妹哦，跟你都是在一个年龄阶段呢，要面对人生的新的旅程所以你很有感触，把这个事情传递给她。这是你来参加比赛第一次，我觉得是100分的一首歌哇！如果这首歌得到高分，回去谢谢你妹妹哈，知道哈。好，接下来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玉莹，首先我要讲的是你那个老师把你教得非常好，然后我听到你的一些发声啊，一些很放松的唱法，那是很好听的。然后因为一紧张，你全身紧绷的话，声音就会没有办法那么自然。但是你是很自然的把第一段这样带出来。但是因为可能第一次来了，你还没有你的这个很多东西还没有真的发挥出来。我觉得你要慢慢把那个台上的自在自信找到以后，你的那个功力一定还会再大增。好，然后继续加油。好，谢老师。东东呢？你已经开始有能力做到了，因为你有一个对象，你可以用唱歌这件事情把这个意思完整的表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演出。那我觉得我们大家想要听到就是像这样子的演出。好，马上来看玉莹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第一次挑战的杜玉莹，艾琳娜的成绩来到23.8分。谢老师。好，宝座候选人宇璇表现如何呢？评审请下分数。吴宇璇，哇，23.9分。0.1，跟上周一样。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上周卡关的邝哲东，这一周送给妹妹的歌曲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东东！来，邝哲东觉得这首《查某囡仔》送给妹妹的歌曲得到分数是24.4分的高分，恭喜！哇，比数拉开了哈，我们谢谢玉莹，好不好？好，谢谢哈，好。那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恭喜东东邝哲东再次突破，顺利闯进第12关，也恭喜宇璇保有候选人资格。觉得第一次参加，觉得很新鲜，然后又很紧张，昨天也睡不着觉，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其实以前蛮不喜欢我的声音的。我觉得我声音很低沉，确实，我刚刚听雅文老师讲，我觉得有蛮多东西可以调整的。因为气一直都是我的罩门，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有气喘，就是反正相关的啦，问题很多。对，回去克服一下，多做一点运动，这样。就是因为这首歌是送给妹妹的，所以希望都有传递出来啊。可是她台语也没有非常好。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林星辰宝座候选人廖敬纯，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廖敬纯。大家好，我是高雄罗德来，我叫林星辰，心想事成。敬纯啊，听说你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想家都看8点档啊？对，我都看天道。哎呦，那那时候是天道，然后再往前推就是百味人生，就是一直往前。例如说，可能因为从2014年开始，然后如果真的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看连续剧。然后边吃饭，然后边看，然后要不然就是对，就流几滴眼泪这样。所以这些连续剧的主题曲你都会哈？不一定要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洗我的耳朵，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看几段就是 OK， 就会才听到这样子。今天是洗你耳朵的吧？对，今天这首歌是一洗就中了。叫什么？但是很难呢，因为郭婷允的声线就是哇，大杠，非常的充实饱满。对，你选婷允的歌哦？对，哪一首？爱丽到底为什么？哦哟，这很难唱。以我的程度是没有办法判断难或不难。干嘛？星辰唱什么？我唱那个蔡小虎大哥的《伤心小巷》。不过今天我看你加油团呐，今天敢若无来，感觉呢？我哥哥来。王哥哥哦，通常都妈妈会陪你来呢。系啊，因为伊都有受伤啊。
腰椎有受伤所以不能前来这样。对对对，所以派完哥哥来。你来，你就来，你帮啊无炸来，让伊妈妈弄炸迄个手扶，贴出来，有呢，贴出来，妈妈让我高，爱炸龟头的啦。好，哇啊，这样子哥哥也是很辛苦哈。哥哥很疼弟弟耶，愿意这样哎。但有听说妈妈其实，在比赛前，其实要来帮你加油，她其实很纠结，是不是？对啊，因为小时候妈妈她的姐姐啊，算被那个火车被人载的时候，火车被弄到不幸就不在了这样。他心里有阴影啊，坐火车有阴影。看到火车他是不敢坐的。然后我一直怂恿鼓励他。你要来，不然这集有可能是最后一集就没过了。我得给他供，一直给他供我伊就好啊，就来好啊那。嘿呀，不会做惊啊。你们来很多次啊，对啊，对不对哈？是啊。好，所以今天是哥哥来，好不好？好，这家人感情还不错哈。那你要带来的是刺客哈。我要带来的是，我们也要唱啦，所以我好想唱啊。来，这个礼拜的刺客呢，我们要邀请是来自花莲的朋友啊，他是一位非常爱唱歌的原住民，一起来欢迎小林游淑玲来挑战。刚来咱们所以莫欢迎那么巴代，本拉古嘎林古德鲁古。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太鲁阁游淑玲。好好听哦。刚刚是哪一族的族语？太鲁阁族，太鲁阁族。对那你们的太鲁阁的音乐有保留吗？有，对，里面有古调，也有。对，就是乡公所一直强调，就是要留起来，然后越来越多的新的版本。对。那今天可以让我们听听看吗？可以。唱的是太鲁阁族的歌谣。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太鲁阁的族人们一起在跟大自然一起相处，跟山林里面一起相处，然后呢，就是会在山谷里面唱歌谣，唱太鲁阁族的大声的赞赏，这样，对，赞赏大地，赞赏大自然啊。OK， 我们来听听看。青春组强手对决战况再起变化，挑战者武道加成有备而来。带来这样的表演，有备而来，我非常喜欢。廖静纯展现高音，活力十足。除了有肉声，还有那个丹田，还有那个 power， 我真的很喜欢你今天的表现。林心诚情感爆发，细腻感人。是很自然、很放松，我觉得你分数会很高。谁能成为卫冕者？Karena lagi dan logo pendegar tamadai karena iyak ayo ashita bisenalu。哇，他们发音的位置很特别，对不对哈？鼻音好像会用比较亮，可是也不完全是鼻音，就是哇，他那个我觉得很特别呀！哇，谢谢你带来这个太鲁阁这么美好的古调，谢谢大家喜欢。好，听说在太鲁阁附近有开风味餐厅啊？对，地震前在太鲁阁牌楼附近开风味餐。对，地震之前，那就是地震之后就没有了。地震之后就转换跑道。对，因为观光客都没有办法进去，对不对？对。OK， 喜欢唱歌台语歌练多久了？台语歌一直都有在喜欢唱啊，真的啊。自从地震之后，就一直在关注红人榜的节目，我就一直开始全部都听台语歌。对，已经有准备了，要不然地震前他是没有看我们节目的。应该是这么说，听起来是这样。地震的当下刚好电视震到29台，原来有这个节目，这么好看。应该是说，就是地震前很忙，都在忙啊，没时间看节目。地震之后就是没有声音了，可是然后就是就是无意间就看红人榜的节目，就觉得我可以挑战看看哦，可以哦，对。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今天要唱江蕙的《熊海尬吉》。熊海尬吉讲的标准。对啊，我有讲对。尬吉。OK， 好，谢谢。那就开始喽，好不好？谢谢。好，来，掌声欢迎3位。看到你的时阵笑眯眯，敢讲你两人有啥秘密？你唔通让阮的心遐尼多疑，山海古人都很美丽。为着前途你离开了乡里，我踮在故乡一直等你。久久一摆两人才会见面，飞到山海来找你。的身边，什么辛苦我放袂记。一个社市原来嘛是繁华大市，红灯区顶的人暂时看拢袂你。希望你认真打拼，唔通放弃，早日甲我来团圆。辛苦我放袂记，一个社市原来嘛是繁华大市，红灯市顶的人暂时看拢袂你。希望你认真打拼，唔通放弃，早日甲我来团圆。一个社市原来嘛是繁华大市，红灯市顶的人暂时看拢袂你。希望你认真打拼，唔通放弃。谢谢尤淑玲。接下来廖金纯带来的歌曲是《爱你到底为什么》。爱你是有啥意义？不过是思思念念夜夜伫窗边的雨，像目屎滴，咱情路渐渐地无你脚步。等你等到黑暗暝，也毋捌甜甜蜜蜜伴相随，寒夜的风吹向海边，带着梦一步一步。你忘了的苦，是你伤我的心已经散离你，爱你到底为什么？明知影心痛是无法可治，阮甘愿为你痴，是我戆袂起，醒来要等何时？爱你到底为什么？明知影心碎也无人来为空等，犹原爱你一出戏。是你伤我的心已经散离你，爱你到底为什么？明知影心痛是无法可治，阮甘愿为你痴，是我戆袂起，醒来要等何时？爱你到底为什么？明知影心碎也无人来为空等，犹原爱你一出戏，空等犹原爱你一出戏。
谢谢廖静纯。接下来林勋成带来的歌曲是《雄心小行》。林新成实力蜕变，功力大涨。今天我带来的是蔡小虎大哥的《雄心修行》，我有信心，等下唱出像雅文老师他们说的有轻重音这样的感觉。这条小巷有你的名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开口唱就是很自然、很放松，我觉得你分数会很高。定的无了时。都市男男女女互相来安慰，夜半的人生北路，灯光闪闪时，离开着心爱的人，到底为什么？闹热的台北街头，感觉冷叽叽。我了解露水面，沉的无了时，按哪会着一段伤心，点点来离开。莫甲再提起，这条小巷有你的名字。我了解露水面，沉的无了时，按哪会着一段伤心，点点来离开。莫甲再提起，这条小巷有你的名字。谢谢林星辰。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来，静纯老师好。今日呢，你选的这首歌真适合你唱，因为你的声是你人散散啊，但是你的声是足，除了有肉声，佮迄个丹田，佮迄个 power 都够。所以呢，你选了这首歌，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前奏的编曲的第一个字。刚好老师的那个编曲的声音比较大，那你的声音刚好是低音，所以会较听不你那个低音的第一字安尼尔。其他的我都觉得你诠释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很喜欢你越来越进步的感觉，而且你有听入去，每一个老师在跟你讲的。你的进步点爱伫多位，我觉得这点非常好。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你今天的表现，我给你很不错的分数。然后阿星，老师好。我觉得你进步很大。之前我有讲过，你唱歌无温度。之前我嘛跟你讲过，你上调的，但是你的声太好了，你免永远用你遐好听的声来跟人比拼，你一定别人会进步啊。你嘛会拄着强手啊，抢手嘛。那今日的这两位拢足强着，你要用什么来拼？今日你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的 A 段唱得太好了，就像 CD 一样，我找不到它哪里有缺点，我太喜欢了。而且你整个那个声音的柔嫩诶，甲你想要表达的迄个感情的迄个分寸拿捏的真的非常漂亮。我真的今天我觉得哇，真的大家都太棒了，你真的有进步，很好。那我会建议你最后的部分后边面唔好安尼
慢慢怎安尼收煞，干安尼收煞都无味，还是讲怎弄去，能否在你最后的时候还有个亮点？那你这首歌就满分了。所以我感觉你还是有进步空间，但是你真的进步了，很棒。谢谢老师。好，我们请子鸿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淑玲，淑玲的声音非常非常好，而且你的表演非常用心，很好。那我想请问你，你今天唱这个《上海假期》，它是一个度假的歌吗？她是一个，她的老公在上海出差，那老婆要去上海找老公，然后去叫老公工作完了就把他带回来，OK， 不要沉迷在那里。OK， 并不是要去上海度假的感觉，应该是说我今天去了上海，你的假期就结束了。对，我是这样的那个其实心态。当年我们在做这个歌的时候，这个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2年左右。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台商在大陆奋斗，所以他的歌词里面飞到上海来找你，你就知啊哈。对，然后它里面还有一句是希望你认真打拼，唔通放弃。对不对？其实他是有在提醒他的，很多暗喻在里面。对，其实这个歌的意思是这样。当年我们在做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意思是这样，因为那个时空背景不一样，所以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就是，我如果不看歌词，我看你表演，感觉上你要去度假很开心。对，可是它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你在里面，所以他情绪不只是快乐，不只是悠闲的，它其实是还有一点点别的意思在里头的。对，好，所以你大概也知道，说是老婆要去上海找老公，要叫他赶快回来，是一个很3八的老婆。对。可是其实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唱这样的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故意用一个很轻松的音乐。那伍兹凯这个音乐写得非常轻松，可是歌词姚谦的歌词里面是有一些提醒或警告的意味在里头的，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把它展现出来多一点。谢谢老师。但是整体来说，你的表演是非常好的。谢谢老师。那静纯老师好。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唱这种张力大一点的歌，对，因为你的唱歌的方式跟你的特色，你可以找一些这种像今天这个歌张力很大，而且要有一些 power 才唱得出来的歌，我觉得你可以多去选一下这样的歌，因为你上礼拜那个歌就会觉得它明明是一个很轻松的歌，你还是把它唱的张力很大，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你就是发挥你的优点，就去找一下这样的歌，这是你的武器，好吧？你今天表现得还不错，蛮好。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好，淑玲，哇，你第一次来就有这样子的表演，真的很棒哎。谢谢。通常很多第一次来就是很紧张，然后站直直的把歌唱完，没有出错就阿弥陀佛。但是你可以带来这样的表演，这么有画面，还自己准备个行李箱，我觉得，感觉你是有备而来。然后我觉得你今天第一次表现，我非常喜欢。好，谢谢老师。好，然后阿成老师好。你哪跟到歌你就对啊，这条歌就谢海碧，你这样挑对歌，你开口唱就是很自然、很放松，又是你很擅长的歌路的时候，我觉得你通常分数都会很高。所以今天3位的表演都很棒。谢谢。好，德鲁古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这个礼拜的刺客来自太鲁阁的好声音，由淑玲的表现。哎呦，23.9分哎，很高哎。7K 啊，目前是宝座候选人。阿顺啊，评审请下分数。廖静纯，爱你到底为什么？24.1分，高分。第5关要拼第6关的阿成林星辰会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阿成来到第5关，要拼起分数哇！你这样拼起啊，24.4分。今天心想事成，哎呀，可是你的分数正常来讲是会上去的，对，很高分的，非常不错，好不好啊？希望再来哦。好，谢谢小林，谢谢。好，阿贤，让球啊，卖给啊。
哎呀，很高兴哈。妈那亏啊！你为什么港赞美变成让人家感觉是亏呢？因为做掉队的，我希望可以挖出他更活泼的个性。哦，是哦，对，好，那人生有起有落嘛哈，你拢是起嘿啊哈，盖搞哦哈，这个拢你起啊？你可能我看 K 起哦，我刚才没有，你出手该有哦，没人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宝宝座哦，有屁哦，容易啊行啊，今天的加油团，我阿兄来给你支持。顺利闯进了第6关，也恭喜净存保有候选人资格。超开心！我今天把自己豁出去，整个唱完的感觉，谢谢老师，很喜欢我的表演。最后是谢谢大家喜欢我的声音，那也谢谢大家认识太鲁阁族。我听到淑玲姐唱歌的时候，我很欣赏她的声音，因为她声音真的很洪亮，而且很好听。而且她自己带道具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有备而来，好用心哦。所以我刚刚跟她说，我希望你下一次可以再来这样子。很开心，受到4位评审的那个赞赏跟青睐，拿到很高的分数，这样蛮开心的。来，农民擂台赛有请擂台组翁玉芳。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南米乡翁玉芳，莲雾公主。好，其实我会发现说哈，我们红人榜一直用不同的主题哈，觉得是可以发掘很多会唱歌的人。如果不是农民擂台赛，你可能不会来，对不对哈？可能不会，对呀，或者是可能来一次就掉下去了。哎呀，我的不一定啊，你人家喝掉，客气客气。你几公里来一次，别人就掉下去，是不是？我掉下去啊！哎，不过很好奇，问一下哈，人家都是有那个先生啊、婆婆啊，什么都有来哈，你都不让你先生来，为什么？不是不让他们来，是他们要务农，务农就是辛苦嘛。哎，当这几缸洗。给几缸的时间，对啊，你一天没有在农田里面看那个状况的话，我希望给缸的不赶快，没错，安心嘛，对呀，所以你们2个不能同时离开就对了。不是啦，我也是觉得说我来得喝，蛮给他给啦，会增加压力，对不对？对对哦，我有时候要练习，或者是我想休息，也许别人的旁边找茬吧，我就自己来会比较自由一点，也比较没压力。你们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吗？我们是蛮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没结婚，大概19岁的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补习班认识的。对，但那时候其实是有比较慢读1年，然后为什么会去补习班？因为朋友说到上海较秀哦，团报会打折，哦，学费会打折啊，上海较秀，这补习班真的，对，我们那个读书好的都没有这个困扰，因为你们不用补习，我们就是要补习，所以我们知道3个比较便宜，3人9折，5人85折，之类的，10人打到骨折，对，没有啦，好，对，那所以就那时候认识，但是还没有看对眼，因为他那时候都是去睡觉，他要从林边搭火车到屏东去上课，而且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就是去睡觉。然后后来到了他当兵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人可能很早，他18岁就在务农了，所以他讲话也比较老成一点，然后比较没笑脸亏，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太老了，我可能不太喜欢。但是这个人他去当兵，我想说可能也没什么朋友吧，我就写信给他。他说他听到长官在叫他答右的那一刹那，他有信，他哭了。这么感性哦，他哭了，对，但他也不知道谁写的，他知道我写的，对我有署名，但是我就是做错了那件事情，因为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等一下，所以你写这封信，并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爱情的感觉，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没有朋友，写给他很可怜，算是同情，对，同情他的，你是用做公益的心态寄那一封信的。真的，我那时候就已经那么大爱了，我管做代表了，所以后来就交往了。对，后来到大学的时候，他还没交往。他为了要去我上的大学，我宿舍灯亮着，他就在那边等，然后等到我宿舍灯暗的时候，他才离开。那朋友都说：“这个不错，很贴心啊。”我说：“这是变态吧？”这个理解是对的啊。对，变态是对的嘛，对不对？对啊，所以那时候还没看对眼，直到有一天也不晓得大3的时候，就可能出去玩，然后
不晓得就看对眼了，可能近视比较重就看对眼这样子，对，又来。反正我觉得我对他就是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就到那一个 moment 真的爱情来了，你挡都挡不住，对，像龙卷风一样，真的，别尬起来，就一直到现在。啊，你今日唱龙卷风呀？没有没有，啊，今日唱啥？我今天要唱孙淑妹的《爱你爱到心痛》。对，虽然讲伊较爱我，你应该是唱你的心情啦。对，真的真的。那我们今天的农林渔牧找了谁来呢？哦呦，哇有这个厉害喽！我看他的这个资料哦，这个人跟他铁金刚，他说他不怕虫咬，也不怕蜜蜂叮哦，一打刚弄猎产来对，跟这些虫啊、毒虫啊，你恰扁。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农夫里长戴章新来挑战。农民擂台赛第7周，新任挑战者嗓音温暖，实力不足。想要夺宝都是有企图的，那就看自己的努力够不够。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擂台主卫冕之路面临考验。听到挑战者的声音，觉得很挫，但是我还是希望让自己就鼓励自己，加油加油加油！为着要爱你，我爱到心痛。非常好听，我觉得今天2位都非常非常棒，实在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真的唱得非常好，请下分数。擂台主宝座是否会换人坐？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农夫里长戴章新。我是迄个台北市新港里的农民戴章兴，我的产的面积差不多3分地，这个家己做就是做一寡较精致的番麦交菜头尔，包括我的里面交我的在产的内底咧饲芳，今年就营养丰收花较多，拢用交荔枝的来煮的拢会芳拢较芳。阮咧种的物件拢无用到药连迄个肥料嘛拢有机会唱歌对我来讲是第2性命，因为我从细汉就爱唱歌很多动作其实有时足侪代志我比较会用歌曲去打招呼啦是讲人唔对甲我弄着讲朋友是甲我念一个安尼我就讲美丽的宝岛，我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算。我伫产的嘛是哪做哪唱歌啦，有时嘛是会放 YouTube 落听啦，唱歌就是随性。不甘也着放伊去，唱无着心爱的美哦，不甲自泪滴。因为阮是农民嘛，阮这是休闲农业区嘛，我会用介绍一寡阮当地的产品，互咱全国的观众大家了解。希望大家观众、全国的观众朋友会用听到我唱歌，我就感觉足满足。我是来自新竹县竹北市新港里的农夫。这明显的你是里长的时候有来过，对不对？你们来嘛？OK。你种什么？番麦交菜头。菜头。还有养蜂蜜是朋友。在我产的里面养蜂蜜，组一个蜂蜜的家庭，是要在意那个龙眼树荔枝树下去采蜜台中那边比较多了，对呀。我们这边都百花蜜是什么白千层咸丰草对，哎呀，你们好棒哦。你知道吗？台湾其实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前2年还是去年吧，那个蜜蜂有传染病，就是说他们的死亡率也很高，这样子对，所以死亡率真的蛮很高，对。要过寒冬也会死亡是拍照狗，所以每一滴蜜都是甘甜要感恩对不对？你赶紧带多菜头还是多番麦？还是菜头加蜂蜜赞，来，我真的有带来呢直接吃还是爱温蜂蜜？干咩事？温蜂蜜酱，温蜂蜜酱龙眼蜜这荔枝蜜，这是荔枝。最温加多呢。我第一个呢加来加呢。冬天的萝卜闭着眼睛吃，对不对？好好吃，好好吃。而且我们山东有一句土话，
冬天的萝卜赛梨，冬天的萝卜比梨还好吃。哇哦，好吃，真的这两种蜜的味道是吃起来是有很大的差别。对，那个很清楚，差很多龙眼，因为台湾最大宗还是龙眼蜜啊。事实上你出国的时候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风土的蜂蜜，这个完全不一样。在国外吃到的那个会跟台湾不一样。哎呀，真的是很棒很棒！哎，我觉得有人在做这么辛苦的事情，我都会很感动。因为这真的是辛苦的事情哈。你有被叮过几次？叮到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哈。其实我被叮都没有怎样啊，我很多叮是没有了。3包4包都没有。3、4包你靠抗体啦。对。通常就是工蜂会叮你啦。通常被叮的时候呢，我们的就会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因为它那边有那个乙酸，你知道吗？哈，对。我们反应是什么？就是妈妈看到呦，赶紧捏一下，又进去一点；爸爸看到呦，又捏一下，又跟进去。对啊，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乱动啊，不要紧张，先不要紧张，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有肿得很严重的话，也就一定要紧张。为什么？你一定要去那个医院一下，好不好？所以这个要小心呐，哈，好不好？哈。不过你今天要唱什么歌？跟我们务农最港的人拢足惯的，春夏秋冬哎呀，都是搞算忙一个好当，对不？哈，好，我们来掌声欢迎。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想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不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为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谁人体谅？我在他乡想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歌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为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谢谢戴张欣。接下来翁玉芳带来的歌曲是《爱你爱个心痛》。
我对你这呢痴心，为着什么原因，不惊我伤心，放阮孤单茫茫，你敢不会忍心？谢谢翁玉芳。好，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戴大哥，老师好。歌声就有感情的，而且是安尼，迄种安尼男人哦，真平顺啊，真内敛的那种感情。啊，你的舞台演就好的呢，你迄个曲势唱歌，迄个曲势，迄个哇，足专业的，看起来就是安尼一个足飘撇的。男子汉安尼，你唱到春夏秋冬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棒。谢谢老师。来，玉芳，你这首歌我嘛不会讲，因为你的技巧，你确确实实底子打得都很好，然后你的歌声又很高亢哦，唱起来你的关音够袂尖，关音听起来又很顺耳，非常好听。我觉得今天两位都非常非常棒。谢谢老师。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我还带张新大哥，我今天看到你的年纪，我才知道你有这么大。谢谢，你真的看起来很年轻呢。第二个是，我觉得你选了一首这个单元的很重要的主题曲。我相信，如果要选一首歌，就是龙鱼木的一个代表歌哦，《春夏秋冬》太适合了，因为你选了一个非常适合你的歌，所以每一个字哦，每个句子唱出来的时候，都可以让我看到那个工作的画面呢。虽然是在讲爱情啊，但是这个你种植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的爱情呢。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玉芳唱歌真的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真的唱得非常好。你太谦虚了，你如果来参加青春组，我觉得应该也会坐在上面的，很厉害。对，你不如这个比完之后你再来吧。谢谢老师。谢谢。其实我们呢，每一次的那个主题单元呢，我们真正的说哈，是在唱歌比赛嘛，其实那个是表现的形式。我们真正呢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对农林渔牧所有这些朋友们呢，这个提供我们这么样的一个日常所需要感动哈，也要感谢这样子，好不好哈？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单元让你们来表现哈，所以金奖就花一眼哈。那现在要看一下成绩，好不好哈？不管如何都是开心的嘛，对不对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里长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这礼拜呢，挑战者农夫里长戴章新春夏秋冬的成绩24分，4位老师都给6分诶，对了，哦，666，哦，这种分数回去那个蜜蜂都会排队哦。敬礼。好哦，今麦就来看咱的农民擂台赛目前的擂台组，翁玉芳会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哎呦，我们的莲雾公主艾莉亚跟心跳得到的成绩，哇塞，24.4分，高分过关。
哇，真的好，非常谢谢代理长，谢谢。那么非常恭喜啊，这个玉芳又过了一关了，好不好？我觉得是我老公发挥了最大的功效，他还算蛮有作用的，我需要好好的感谢他。我拎这段故事，没有啦。你知道吗？因为被宠爱的女人才可以傲娇啊，没错，哎呦，对不对？好啦，恭喜玉芳能上我们的红人帮宝座，恭喜翁玉芳！哎呦，这2礼拜加顺哦，顺利闯进了第7关啊！加油！主题挑战赛台湾之歌。是我痴情不着爱，大雨才会一阵强要来。纯的痴情，无假的感情，就算真心换爱情嘛送袂清。我是三了乱用来，叮当当歌声做头前。头也过来，你又想到哪一首特别的台湾之歌呢？精彩内容都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